哦，霓虹灯好美，那还有造型的呢。哦，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哦，晚上夜景很美。现在晚上6点多了，刚算傍晚了，超过6点半了。中华民国105年4月2号礼拜六，今天早上有办活动。哦，园区里面有好多牛车啦，古早味牛车啦，牛啦哈，假的牛做的惟妙惟肖，嗨，好厉害啊！还好多亮丽的霓虹灯啊！你看还有那个可以坐在那边聊天的露天聊天区，还有那个假日市集可以卖菜水果的地方呢，还可以民俗文化的展演。表演展演，嘿嘿，好有创意啊！右边那边呢，好多农田，就是分成5坪5坪，每个人承租5坪，半年的话交1200块，就每个月200块的，清洁费。你看种菜种水果，像那个番茄的，哦，好棒好棒，享受农夫种田种菜的乐趣。柳营泰康有机农业专区，中华民国105年4月2号礼拜六。